其实我就是想把我困扰的下颌角给解掉就可以，自然一点，更像本来就这样。大家好，我叫小西，我是来自山东，来找黄院长做下颌角长曲线接骨手术，把我这个方的下颌给去掉。从小就觉得自己脸方，周围人也有说，照片也觉得不好看这样。最开始在2、3年了，都做得很好，所以就从很远飞过来。之前在我们那儿面诊了2个医生，因为最开始了解的是黄院长，就是觉得距离有点远，但是非常喜欢他做的那些案例，所以就最后还是跑过来找他做。黄院长非常亲和，设计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就决定在这里做。